各位，我哋再次嚟到 Game Share 呢度時間啦。Kill Fun Game 木偶這扇公仔一直都係大人細路嘅經典玩具，以至係娛樂嘅表演。既然手機咁好玩，不如將百年經典嘅扯線木偶帶到手機屏幕當中，直接聯繫住經典嘅時光。原本大人細路嘅觀眾更加升級到操控家，由幕後轉到台前任意搶紅呢一位扯線木偶，再次吸引現場觀眾啦。原來呢套 game 就叫做 Strong Alone。講到音樂啦，成套 game 都係涵蓋莫扎特嘅經典作曲作品作為主要藍本，而呢首曲呢，就名為《土耳其進行曲》，大家以為人都熟悉啦。雖然呢首歌曲呢並未知道實際意義喺邊度，但係呢節奏輕快，感情歡暢，帶俾你都同一物歡樂拉上關係。好多位呢都覺得套 game 玩玩下亦不成問題。特性呢係木偶被拉扯住呢個索帶，好容易斷，未免都會增加控制難度。呢套 game 遊戲方法非常之簡單，依照傳統以兩個掣撳住大概19世紀嘅色彩，加上唔同顏色嘅障礙物，吸引玩家去控制。唔怪得知連機迷都好咁中意玩呢隻 game 啊！全場盡興，木偶新丁，只要走得起勁，先有完美掌聲。咦，唱呢啲，快啲用 iPhone 或者 Android down 啦！